台南市永康地区新设延航国中暨附近地区区段征收工程。这个工程最主要的特色有4个，第一个是拓宽永安路，第2个新设延航国中。第3个，解决附近淹水的问题；第4个，处理地下的废弃物跟污染物。工程完工之后，有效地提升当地的生活品质及舒缓永康人口过度拥挤的问题。这边有改善到我们那个淹水的减少淹水的层级面积，还有这边整个从化区的那个高层也比较高，所以不会造成淹水状况。那环境上的话就是。也比较悠闲啊，到那个交通的话，就是以现在的开通典礼以后，三民街里面的车流量会减少很多。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永康区新设延航国中区段征收范围，总面积超过57公顷。除了新设国中方便学子就学，还规划公园绿地、停车场、道路等公共设施，更在永康大排设置绿带与滞洪池，不仅改善易淹水的情况，更解决永康地区因人口成长所带来的住商用地需求问题，为市民打造更优质的居住环境。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延航区段征收工程终于完工了，前面的前置作业在中央有一段时间，但是在地方的话可以说很快，用不到3年，总共2年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相关的工程。坦白讲，在我们区段征收的过程里面是相当高效率的。区段征收的工程规划的时候，就已经把延航国中的土地先规划出来，先交给市政府能够直接施工。这个比起以前，不管是土地重划或是区段征收，都一定要等到这个工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交地，这样时程上我们又提前了很多。那延航区段征收总共花了时间是1046天，是不到3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展现了高效率的行政以及高效率的工程施作。那当然感谢居民的配合以及里长们、议员先进们大家的一个支持，可以让我们工程顺利。那在这边不仅有滞洪池，可以让地方上对于水患的部分可以有一些工程施作，可以减少水患的侵扰之外呢，这个滞洪池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新的游憩空间，可以让亲子活动或者是许多休闲的地方可以产生。另外，在社区的功能方面，不管是道路的施作品质、耗资的施作品质，以及相关的一些绿地的部分，我们都保留相当的这个部分。而且，延航国中在我们区段征收完成之前就已经完工了，所以可以让大家在教育上、在生活技能上都一应俱全，不虞匮乏。也希望说，借着这个交通动脉的打开，借着区段征收的完成，提供大家更高的生活品质，可以让台南的都市发展又往前迈进一大步。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请大家做伙来关心。根据议员吴玉环伫总集顺所提供的资料，台湾是全世界上重要的乌面腊杯过冬区域，其中咱台南七股甲四草更是受欢迎。今年预估会增加到275只。不过，副议员相当烦恼的是，咱的动物保护区却存在济流浪狗的威胁。那当来野鸟受攻击事件已经增加到99件，所以要求市府加强管理，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来保护这群珍贵的人客。台湾西南沿海的黑面琵鹭数量仍然在成长，但是让人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台湾沿岸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对于生态还有黑面琵鹭的觅食，都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再者，流浪犬扑杀水鸟栖息地，对于我们黑面琵鹭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农业局长，本期在这边请教你，目前我们台南市的流浪犬总数大概有多少只？自然生态保育协会苦力署就这边大概保持一个密切合作。
包括咱伫台港这边，咱嘛有交台港咧合作，因台港这边的设大型的补全，因这流浪狗这是一个长期性工作，因要设长期性的一个那个捕捉权，那个围笼吼，就是讲狗仔会当长期甲掠落。啊，另外就是讲，阮这边动保处嘛交台港啊，搁咱的协会来合作。那看附近有流浪狗出没时，我们大概会出动那个麻醉枪，还有等于尽量给个将这个流浪狗给捕捉起来。有一些措施，譬如说我们流浪犬的收容的处所，譬如说过去刚刚讲了，以前发生过了掩埋场，或者是焚化炉，或者是有一些变电所，这些闲物设施民众都不要。可是现在的生活里面，这些东西又必须存在。我们现在也在伤脑筋这个问题，所以以您刚刚提到这个部分，我们的流浪动物或是动物教育园区就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也正在找说比较适合、要离人机比较远的地方来做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做得成功。议员都要为守护珍贵野鸟来严格把关，会长嘛以珍贵的水资源呼吁市府一定要提早因应欠水的危机，将省水成为民众生活方式一环，避免极端气候之下将旱灾可能威胁降到上低。对此，市长嘛表示，将活化地风池，同时将南化水库的坝顶加悬，增加脱水量，以及用科技灌溉农产等做法来应用。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将伫2024年庆祝城市400周年，除了负责的文化局以外，议员创全上午伫总集村嘛以台南的水利设施，建议会当伫会展中心举办国际研讨会为例，要求各局处伫2个体顶面拢来思考如何配合。其中民政局长的回应，会当锁定宫庙等宗教信仰中心来宣传优质文化。建成400年。有什么样的概念？所以讲，除了文化局以外，等一下我还是会问他，就说其他局势，您讲有较好的这个 idea 啊，比如说，还是天下第一大局，咱民政局局长，你刚会当给我回答者。迄阵原住民的时代，那个闽客过来，民政时期，还有那个清朝，还有关时代跟告建优质公庙的这个文化一个严格这个都是我们民政局对于建成400年所提供的，还有说有关于说那个风俗习惯的严格这个部分，还有说行政区域的这个划分的这个习俗的问题这是拢一个重点。面对台南建成400年，如何结合产官学各单位来规划多元纪念性活动？市长黄伟特表示，除了2档后全运会体育盛事拍头阵，卖规划2024年的台湾灯会伫台南。希望这个400档的这个发展大家拢甲同意这是不属于，不是只有我们整个执政团队的事这是规个大台南咱台湾市民每一个人的事不是一个单局处的事情，甚至不是一个单一台南市政府的事情，是一个全台的市民大家的共同的大事。对，所以建成400年有分几个，您刚刚提到的像民政局也提到说，香科年3年级科啊，到3年后也是碰到香科年，我们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文化的一个展现。对。另外一个说像2年后的这个全国运动会，那也是接近400年，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序幕。对，就可以探讨接下来的台湾灯会，我们也会争取这个在台南。根据文化局规划，到时买举办台湾博览会，以台南为主场地，并且以世界遗产的规格进行热燃者城的考古，做回来庆祝台南400岁生日。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议员陈嘉欣即阵东港拄好是高雄城中城大楼罹难者的联合告别式，行政院嘛宣布全国降半旗，所以议员即阵一开始嘛请所官员默哀30秒悼念，随后就将对相关建筑消防议题来探讨。议员强调，除了建筑管理甲消防设备以外，伊认为上界要紧就是防火区域。
除了要求市府彻底查缉老旧甲危险建筑以外，老人养护机构公司的幼稚园更是重点，一定要全面总体检。以建筑管理防火曲线，我一直在强调的防火曲线，尤其是针对老人养护中心也好，或者是说公私立幼儿园，尤其是老人，就是长照中心。我希望说，我们台南市政府公务局也好，或者是都发局也好，跟消防局这边一定要来做这样很重要的横向沟通，一定要加紧脚步来检查，是不是所有除了这些危老建筑物以外，我们的这些长照机构、安养中心，因为里面很多都是行动不便、失智者，甚至呢，他们在行动上面本来就会比较不便利，所以在逃生的方面就会比较缓慢。所以我们要很确保这个防火区划，是不是所有的防火区划都有符合规定？我们平时的消防检查还有建筑安全的检查很重要，还有我们的防护计划。就是在万一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去抢救这个很重要。那我跟你报告，我们清查到现在50栋，清查了到昨天为止38栋，那没有防火门被拆掉的情形。是有部分有阻塞，我们已经移且我们公务局来做处理。那相关的我们的演练呢，50家都演练47家，剩下3家呢今天会演练完毕。根据了解，所有的防火区域就是防火门处理口的标示、排烟设备、安全梯、升降机以及供电系统的配线等环节的标准。当然，消防、工务等相关局处拢知影相关的规定，不过议员强调，到底有检查才是重点。希望将可能的威胁降到上低。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成功大学老人病院兴建计划，伫107年4月得到行政院核定，有价投入45.9亿经费，以打造无强化社区、高龄整合照护专责病院，加入智慧医疗，将高龄医疗照护由病院延伸到社区。当台湾进入智慧医疗的新时代。成大医院老人医院除了以深化医民关系为核心要务，并将结合成大工学院、电资学院、规划设计学院、南部科学园区的丰沛量能，建构全新的健康照护生态系，以高龄者和家庭照顾者为中心，连结健康照护网络的不同节点，包括各级医疗机构、社会服务体系、健康资讯平台以及照护科技产业等等。透过共同协作的营运模式，以健康数据为基础，有效优化医护人员照护的痛点。最后，我们的目标是提升民众健康照护品质。上香，一鞠躬。新大老人病院22号举办盛大动土典礼，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出席活动。请动土，第一禅，开立平安，动土顺利。第二禅。第3禅，心持永护，念心成功。今天的动土是我们对南台湾长辈医疗照顾的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现场有许多其他医院的医界先进，也都一起来见证。相信大家在第一线都非常了解高龄照顾的需求。那么在不久的未来，2025年，台湾必须将迈进超高龄的社会，长到2050年，是政府重要而且是迫切的政策目标。那我也经常走访各县市，了解各地执行的进度。那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各界医界朋友的协助，那么政府可以跟民间整合资源，从医疗端到居家庭，打造出完整的长照体系。位伫咧台南市东风路甲林森路口的新大老人病院，有价伫咧114年年底完工。专院为地上12层、地下5层建筑，提供门诊、急性病房、负压病房、安宁病房、精神科病房、日照中心、复健中心、手术房等，针对高龄者医疗服务，为台湾建构出高龄照护新典范。
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为展现青年技能培训成果，劳动部自54年开始，每当举办全国技能竞赛，提供专业场地，予各界类别好手工场比赛，为当中选出技术精优的青年选手，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事。不过今年因为新冠疫情影响，劳动部特别将赛事调整，将比赛分为19个竞赛场地举办。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21日特别来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比赛场地，为选手加油。用沙子花的方式来将蛋糕做为就比较有商品价值。技能竞赛，或者是技能的训练，可以谈到说，人才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尤其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可以说是目前当下国家在从事经济发展扮演一个很迫切需要的。那我看到说这一个选手竞赛的场地，我就想起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尤其选手们为了比赛，可以说这一段时间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做准备，所以在这里我也希望我们的选手们能够发挥技能达人的精神。第51届全国技能竞赛，今年总共办理青年组57个职类，青少年组12个职类，因应疫情采分地分流举行。其中有8个职类在台南市举办。技能人才是我们国家经济还有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一个基石那劳动部一直都非常重视我们青年技能的一个培训所以我们每年都举办全国技能竞赛，让我们这些学技能的这些青年利用这个舞台，然后能够展现自我，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精湛的技能。受到疫情影响，虽然亲友无法度来到现场为选手加油，但这届竞赛有特别规划赛事导览网站直播，内容精彩趣味，欢迎社会大众在网络顶搜寻第51届全国技能竞赛收看。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22号上午，教务委员会伫昆山科技大学举办全球杰出交心校友的表扬典礼，并由音乐创作人李正凡老师带着伴唱团做伙为典礼来扭开序幕。这摆典礼总共有表扬13位得奖者，除了广达电脑副董事长梁次正，阁有恒春基督教病院院长黄建荣亲身到场以外，其他11位得奖者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拢透过线顶的方式来接受表扬。成为国家永续发展的最重要工作。我国侨生政策实施超过70年，培育超过16万毕业侨生校友，在全球各个领域贡献当地社会，发光发热。本年首次举办全球杰出侨生校友选拔，期盼继续发掘及累积全球杰出侨生校友的事迹，让杰出人才培育工作传承壮大。我们所有的留台校友，不管是毕业之后学成回到原居国，贡献当地的社会，以及成为我们海外台商企业的重要生力军，或是留在台湾继续发挥所长，一展长学，都是非常好的生涯规划。台湾的侨生政策实施多年来，也培育了许多的留台校友。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欢迎海外青年朋友来台湾升学，也留在台湾就业。台湾的侨生政策实施将近70年，
栽培超过16万的侨生毕业校友。这摆结束侨生选拔，全球超过50位参加，最后选出13位接受表扬，并透过昆山科技大学帮每一位得奖者来翕传统的影片。研发一流的产品，成为一流的事业，这个是我对祖国、对台湾的一个最感谢的地方，也是我成为一个侨生，能够到台湾来读书，然后发展事业，是给我很大的机会。那我一直都以身为侨生为荣耀。站在这个台上，我心里面是很兴奋，也很感激。我想，如果没有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侨委会，没有教育部，没有接受我念书的大学，今天没有今天的我。怀着一股感谢的心情、感恩的心情，我在这里实在是非常激动。结出的侨生校友，因嘛拢分别对台湾表达感谢，感谢因会当伫少年时阵倒来到祖国接受好的教育，透过栽培，互因会当有成功的一天，会当来帮助经济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关于相关疾病对台湾人一直是造成真济困扰，尤其伫查甫的部分，竟伫咧10大癌症死因中的第一名。安南病院配合市政府的相关政策，特别成立肝病中心，伫咧10月20号举办肝病中心的揭牌仪式。院方希望会当借此，互台南在地有肝方面相关疾病的乡亲，会当得到更完善的照顾。那安南医院本身是一个私立院，虽然由中国医药大学所负责营造、经营跟最后的转移，但是我们总是有私立院2个字，所以对于台南市政府或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相关的公共卫生政策，对于肝病的防治，我们非常非常重视，所以特别利用机会来这个成立我们肝病中心。肝病中心主任汤胜业表示，有真侪人原本就是鼻肝甲C肝的患患者，却因为无继续追踪，造成知影问题时阵状况已经真严重，所以安南病院特别来成立肝病中心，结合社区的资源，定期来追踪患者，透过定期的检查甲追踪来预防肝病恶化。那我们安南医院之所以呢会成立肝病中心，主要就是希望借着这个主动的监测、整合性的治疗，还有这个行动医院呢，来提供我们的市民朋友特别是肝病的市民朋友呢，一个最好的一个肝脏的一个照护啊。那什么叫做主动监测呢？就是说我们会针对来我们医院就医的这个有肝病的患者，会会把他做一个有系统的一个建立他的个人资料，而后呢，我们就会针对这些慢性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的患者呢，主动的呢去提醒他这个每大概3到6个月要检查一下。那我们要成立这个肝病中心，当然有一些目标啦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社区的一些院内以及院内的一些肝病的筛检可以做得更好，覆盖的范围更广，让更多民众可以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问题，肝脏的问题这样子。安南病院肝病中心除了预防、诊断、追踪，还有治疗以外，卖提供给社区的里民肝病相关卫生教育课程，希望大家当加加利用。避免肝若无好，会造成人生变成乌白的情形发生。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最近几冬，大家咧食物件的习惯无像以前遐单纯。经过统计，大肠癌已经连续13冬是台湾癌症发生率的第1名。除了发生几率高以外，患者的年龄嘛愈来愈少年。安南病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吴嘉伦医师特别要提醒民众，除了一定要伫食的方面做出调整，同时嘛要配合定期检查，才会有效来降低癌症的发生率。
在年初购买的一个我们叫做3D 的腹腔镜的影像系统那可以提供在腹腔内有一个3D 的影像那我们可以把腹腔里面的肿瘤，不管是肿瘤、血管、神经、淋巴结都看得清楚那对于我们的肿瘤切除那淋巴结的清除，还有一些血管的保护、神经的保护，其实对于那个效果都有大幅的提升，因为视觉比较好那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手术相对来说清除率比较高，而且安全也会比较高。腹腔镜的比例大概这近4年来4年左右有大概接近80%，我们的数据是81.5%了。其实全国平均值的话，在107年平均数据是46%我们这边的腹腔镜的大肠肿瘤切除的比率是比全国的比率还要再高这样子。安南病院伫咧今年初增加3D 影像的系统，让医师伫咧进行腹腔镜手术嘛有3D 的影像会当来协助，让最近几档来手术成功率高达81.5%。透过这个技术，除了有更较好的手术效果以外，嘛会当降低对血管神经的伤害，同时嘛会当大大来减少患者伫咧治疗方面的费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